美国总统拜登曾表示，若 Trump 无要出来选，伊就无一定会拼连任，目标就是要阻止 Trump 入白宫。罗西亚莫斯科一天射到积超过35公分悬，萨哈共和国雅库茨克降到零下58度，市场的气会拢自动结冰。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新闻世界通》，我是苏眉，邀请大家踮台湾看世界，用台语了解国际大。非洲人口上济奈及利亚卡杜纳州，当地12月初3庆祝穆斯林节日的时阵，竟然是汹汹受到无人机轰炸，上无是有85个人死亡，60外个人受伤。罗贝军方承认是因失觉测，掠准是恐怖分子咧集会才会甲崩。和军方无人机误在遇难者尸体准备要台，在生的时阵所穿的穿搭一个贴做伙。家属真伤心，本来正欢欢喜喜要庆祝穆斯林重要的节日，却遭受空袭，家族的人就此就应变，也有家族一家伙仔失去10几个囡仔。这边军方误炸事件发生伫咧初3，奈及利亚西北部卡杜纳州的杜敦比里村，迄当阵村民正伫咧庆祝穆斯林重要的穆罕默德诞生节庆。不过，军方甲接近活动误认做恐怖分子目标，展开空袭。这边空袭除了造成85个人当场死亡，还有66个人送院治疗。对这件误炸意外，内阁总统提努布下令展开全面的调查，国防部也出面道歉。We will do everything possible to prevent such an occurrence happening again in the conduct of our operations going forward. 伫咧非洲西部的奈及利亚是非洲人口上济国家，自2009年开始，伫西北部就一直面临着伊斯兰圣战组织的威胁。圣战士透过制作恐怖攻击，绑架村民来要求赎金。军方10几年来一直伫咧进行反抗的行动，已经造成这个区域4万人死亡，200万人无家可归。因为一再发生的误炸事件，让人看出内国军方的纪律甲威信已經完全袂當信任。Given the frequency in such incidents, Nigerians have lost faith in security operations across the country. 根據奈及利亞政治情報機構的統計，自2017年到即馬，已經有超過300位民眾在軍方的誤炸事件當中死亡，包括2021年有21位市民被軍方炸死。因那初3的誤炸事件是歷年來上嚴重的一遍。公司新聞金萬慶編輯。羅西亞即陣是繼續在落大雪，莫斯科一天射到積超過35公分懸。西伯利亞東北邊的薩哈共和國雅庫茨克，則是降到零下58度。這民眾出外面就水結霜，市場的氣會嘛攏自動結冰，規個城市是比冷凍庫更較寒。羅西亞薩哈共和國佇西伯利亞東北邊，初5低溫有甲攝氏零下58度。比前一天佫較低，規個城市氣候一煙佫一煙的雪甲霧打掉咧。街路兩邊邊的積雪是足真高，過路人穿袖仔包甲密，才講兩句仔話爾，喙手就水結霜。Мне на самом деле по ощущениям не очень холодно, потому что я хорошо подготовился и купил хорошую одежду правильную. Вот. Если бы я не готовился, приехал как обычный турист, там, в чем хожу в Астрахани, допустим, здесь бы я тут же замерз, там буквально за 10 минут, наверное. 來遮體驗極度低溫的遊客，雖然阮趁手機佇咧超低溫的環境之下無法度正常運作，不過也是真歡喜會當體驗零下50度的滋味。在這款的氣溫之下，市仔的魚販賣的魚仔全部攏凍甲電酷酷，賣輸是天然的冰毒。在當地已經住45年的民眾講，早就已經慣死薩哈寒冷的天氣，而且真正穿小的衫有影真重要。Конечно, холодно, но, как еще в школе говорили по-английски, no bad season, то есть нет плохой погоды. Надо такую качественную, подходящую одежду, чтобы соответствовала погоде, и все тогда нормально будет. 這幾年受到地球暖化的影響，薩哈較少出現零下50度的低溫，應當站嘛真罕見出現冰洋期的現象。一個到12月天，薩哈佫測到零下50度的氣溫，初4暗熊熊降5度，比首府佫較北邊的奧伊比亞空，初5測到零下58度。氣象預報講，受到濕度甲透風的影響，室外體感的溫度甚至有到零下63度。公司新聞張淑芬編譯。
联合国气候峰会是注目慢慢卖用化石燃料议题，不过目前各国讨论的进度是无介顺利，包含中国、各有产石油的大国家沙特阿拉伯拢总反对。另外，美国是推动国际合作发展核融合的技术，望是会当扩大使用无碳排放的能源。2023年是有记录以来上大的一年，出席今年联合国气候峰会的200多个国家，目标定出减缓气候危机的行动计划。不过，第一版协议草案提出，逐步减少使用化石燃料，稍后石油大国沙特阿拉伯坚决反对。那第7个提出的第2版本内容，改列3个选项，除了意思逐步淘汰石化燃料，第2选项是加速淘汰无使用碳收集技术的石化燃料，最后一个选项是完全无公告相关内容，受到中国甲沙特阿拉伯的支持。And so phasing down is not an option. One, it is simply not enough to meet the crisis. It is not ambitious enough. It is not bold enough. 根据国际气候行动组织联合发布的报告，今年至少有2400个支持化石燃料的游说团体登记出席气候峰会，比去年增加4倍较侪。那往年伫气候峰会场外，会当讲拢会有环保团体举行大规模示威。今年这个活动所互主办国阿拉伯联合大公国禁声。The transition oil and gas will remain for quite a long time. Some people outside will say it's not enough. I think it's really worth. 美国是伫大会宣布推动国际参与发展核融合技术，作为新的零碳能源选项。核融合透过氢原子结合成氦，过程中释放真大能量，被产生放射性废弃物，方认为会当取代化石燃料作为日常使用的能源。美国毋望未来伫核融合研发，供应链加法规定5个领域会当有更加侪国家合作。公司新闻刘岩编译。世界上大条，带大家来关心国际主流媒体的新闻重点。头先来看日本三经新闻。日本甘守关青年历史的祭典苏面祭，查甫人、寒人是穿丁字裤唱苏面茶啊。不过，煞是因为参与者愈来愈侪会欠骹手，每年2月就是上尾一摆举办。韩国朝鲜日报报道，国际信评机构穆迪讲，中国国营企业甲地方政府欠伤侪钱，就甲中国信用评级降到负面。英国《Times》报道，欧盟警告以哈战火刺激社会对立。今年欧盟国家耶诞节是真有可能会发生恐怖攻击，所以各国都要加强分享情报，提高维安等级。索瑞是美国《纽约时报》指出，以色列攻击加沙南部第2大城尤干尼斯战况真凄惨，伊军的指挥官就形容这是地面战上激烈的一天。上尾是《华盛顿邮报》，美国前副总统迪克前年的祖囝利兹前年是共和党议员。不过，煞是因为批评 Trump 引起党内反弹，这阵伊是爱上脱党竞选总统。来看美国的政治消息，美国总统拜登当时表示，那 Trump 无要出来选，伊就无一定会拼连任。拜登是强调讲，伊的目标就是要阻止 Trump 入白宫。不过，事后记者甲问讲，敢有要退选，拜登又搁否认。美国总统拜登8日到波士顿顶开募款竞选活动，伊向支持者讲，若川普歹参选，伊无确定家己是毋是寻求连任。听到这段话，媒体敢若发现心态就上快，一直立一直问。Would you be running for president if Trump wasn't running? I expect so, but look, he is running, and I have to run. Would you drop out if Trump runs out? No, not now. 英国为台湾81岁拜登年龄的问题，常常互提来做文章，正面临党内愈来愈多反对的声音。也伫以色列甲哈马斯开战了后，拜登支持度落到40%，创下上任以来的新低点。连伫少年选民这地拢输互川普。不过拜登自任是党内唯一会使打败川普候选人，必须爱竞选连任，阻止川普搁再入主白宫。I'm up here all by myself with all the fake news back there. And you know, if you make a little mistake, do you think Biden would get up here without notes? In fact, if he had notes, it doesn't make any difference. 川普伫拜六到共和党党内初选的第一站爱荷华州造势，伊一边攻拜登，一边拍党内对手德桑提斯，讲德桑提斯敢若像严重受伤的鸟仔，声势才一直落。
也来对着爱荷华州州长表示支持的德桑提斯民调输川普一大截，即阵七条是不爱互川普全部拢赢，家己就有希望。爱荷华州初选会伫下个月15顶场，全共和党内参选的人剩5个。拜三举办最后一场初选的辩论，川普永远是不爱参加。公视新闻张惠敏编译。富比士杂志今日公布全球100大上有权势女性，排伫咧这第一名是欧盟执委会主席冯德莱恩，伊去年嘛是排伫咧第1。另外，今年是历来头一届有演艺界名册排入前5名。第5名美国流行天后泰勒斯，伊是展现新型的女性影响力，脱离政治甲企业才有权势刻板印象。也那咱台湾唯一入排名就是总统蔡英文排伫咧30名。富比士官网就表示，蔡总统是用能源、防疫等等的政策，向国际展示台湾是世界袂当欠缺的成员。另外，这份名单当年拢会甲第100名颁予毋是传统权势形象的女性，今年的第100名就是芭比昂啊。根据富比士网站介绍，这芭比昂啊是有250多种职业造型，展现女性是有多元的可能性。加上今年芭比真人的电影票房真好，这嘛代表讲芭比对消费市场真有影响力。接落来，换来看以下战争的消息。以下休战结束，这阵是又搁开始拍。加赛状况又搁恶化，也后苏珊·沙兰登甲一寡出名的演员，拢反对以色列强攻挺巴勒斯坦，算是因为安尼去互开除。说讲昨有真侪挺巴勒斯坦的民众行街头抗议这经纪公司甲制作公司危害言论自由。罢工的争议结束了后，后来又搁一届出现示威抗议的人阵，一阵挺巴勒斯坦的民众。不办经纪公司甲制作单位，甲公开支持巴勒斯坦的艺人算小，找5去庇护第三宗，表达因的心声。Media entities are actually punishing people for speaking out. It's outrageous. Hollywood has a history of this. It was done to people in Hollywood during the McCarthy era, and now they are actively engaging in it themselves. And Hollywood is notorious for censoring any actors, artists for speaking out about the cause. They're canceling some of their best A-list artists and actors. 奥斯卡影后苏珊·沙兰登顶个月几啊届参加挺巴勒斯坦的集会，而且伫社群网站转发挺巴勒斯坦的大文，结果煞去互经纪公司解约。另外，主演《惊声尖叫》第5、第6集，墨西哥的查某演员梅丽莎·巴雷拉，嘛同款因为挺巴勒斯坦，去互制作单位洗头路，确定无法度搁转去搬后一集。抗议的人士认为讲，民众应该有表达立场的言论自由。后来，乌的审查机制等于是暂停艺人表演的路。不过，即马以巴的冲突还真袂煞，双方个人拢有支持者，类似的争议恐惊会持续伫美国发生。公视新闻张惠敏编译。加拿大魁北克省是全加拿大唯一讲法语为主的省，不过当地依然是有大学用英语教学，这就请真侪外地讲英文的学生来读。不过，即阵当地政府是讲为着要保护法语的优势，对明年开始英语大学的册钱要翻倍，这就引起学生反弹。为美国纽约来到加拿大魁北克省的蒙特罗，伊丽莎讲，伊非常欢喜会当来这间真出名的麦吉尔大学读册。但是自明年开始，麦吉尔大学参像伊丽莎这种为外地来的学生，人数可能就会减少真多啊。加拿大的魁北克省是全加拿大唯一一个以讲法语为主的所在，嘛因为语言文化甲加拿大其他所在拢无共，过去一直伫争取要独立。今年10月中，魁北克省的高等教育厅宣布，为2024年的秋天开始，只要毋是魁北克当地的居民，无论是为加拿大其他所在，也是为外国来魁北克读当地英语大学的学生，学费为即卖加拿大币9000块起到17000块，差不多是大票20万起到40万。等于是起双倍，这个新政策引起学生囡仔真大的反弹。This is going to deter a lot of students from coming here. It's more about just the language. So I think it sends a message overall that English speakers aren't welcome in the province. 目前伫魁北克省总共有麦吉尔大学、康考迪克大学、甲比索大学3间用英语上课的大学。这3间英语大学拢有3成至5成学生是为外地来的，新政策对因来讲影响非常大。Donc pour nous, c'est vraiment une crise existentielle. Donc c'est une menace qui porte atteinte à notre capacité de poursuivre comme université.
capacité. 魁北克新政府讲，这项新政策是为着要保护法语，避免当地讲英语的人愈来愈多，讲法语的人愈来愈少。英语大学加收的学费会摕来补助法语的大学。但是事实上，过去有真侪讲英语的外来学生会选择去魁北克读册，就是希望会当伫当地的环境慢慢学会晓法语。但是即马学费去相悖，互一个外来的学生放弃去魁北克读册，对法语的发展到底是好还是歹，佫需要以后慢慢观察才会知影。记者甘美nen编译。加币货币比特币大起，冲破44000美金，投资人预估伊会继续起到耶诞节。不过，分析师就提醒，这明年第一季敢会降利息是一个变数，所以讲投资就要谨慎。全球上大加密货币比特币最近一直起，拜一先突破4万美金，拜三更加失败冲破44000块美金，互比特币投资者是真欢喜。那这种趋势也来继续，市场预期今年底有希望提升到45000美金。比特币继续一直起，是因为最近外界预期，美国联准会会伫明年降利息加上交易权。亚太监管机构明年1月会批准美国比特币基金和比特币碳税加权，其他的加密货币，包括以太币、狗狗币，也会跟着起。也毋过分析师警告，那联准会明年第一季无降利息了，后降利息的幅度，佫不如市场预期，比特币的继续会有敏感反应，投资人也是爱谨慎。They are anticipating up to 6 different cuts in 2024 for the Federal Reserve. And I just don't see that happening. And, the Fed right now, as far as their own dot plot, is only at 2. It'll be interesting to see this on the 13th of December when the Fed has their FOMC meeting, if they throw some cold water on these expectations in the Fed futures market. 比特币去年达到16000块美金左右的低点，今年6月，佫因为全球上大的加密货币平台币安涉嫌违法行为，牵连比特币大落，互加密货币的前景无看好。也毋过今年到目前为止，比特币已经起150%，也毋过继续又远比2021年的历史新高点69000块加真侪。公司新闻市湾连编译。美国最近有14个州拢有狗仔患着呼吸道的疾病，因是会扫、目睭会红，甚至是开会喘袂过，佫毋食。或是一两天内就会恶化，变做肺炎，当场死亡，未输是狗仔的新冠肺炎。不过，这病毒的来源也佮传染的范围已经有外扩，这科学家拢也佮在研究。主人带狗仔散步的时阵，听到狗仔喘气的声怪怪，还佮小可咧扫。兽医师提醒。狗仔真有可能去患着最近美国当咧传的呼吸道疾病，初期的症状会扫、拍卡腔、目睭发红或者是流目屎，大部分拢会当家己好起。不过，若是喘气有困难或者是食袂落，就可能有问题啊。It appears to be potentially an atypical course of our respiratory disease in dogs, but these cases tend to be testing negative and have a really prolonged course of the disease, up to 4 to 6 weeks. 美国有几个州的兽医，这几个月以来，治疗去治疗严重呼吸道疾病的狗仔数量是愈来愈多。科罗拉多州9月到11月，狗仔治疗肺炎的病例数比去年同期增加50%，有的是气管小块发炎，有的是发病了真紧，24点钟至36点钟，就会真紧变作是肺炎。嘛有死亡的案例，不过兽医提醒唔通伤惊吓，狗仔的抵抗力若有够，一般拢医会好。We don't know exactly what it is, where it's coming from, but basically what we've been seeing is just kind of general clinical signs associated with kennel coughs. 美国兽医协会当地理清这种可能的夺命疾病，是病毒或者是白菌引起的，敢是狗仔病内底真接看的犬下扫的变种。已经要求兽医师通报病例，而且爱是验血，赶紧分析病原体。嘛有人认为讲这是狗仔新冠病毒。科学家当咧拍拼要摸糊清楚这个神秘的疾病到底是安怎爆发，胃团的范围有偌宽，有偌侪原体健康的细只狗仔重病或者是死亡，目前并无迹象显示伊会危害人类。不过兽医警告，接落来圣诞假期都要特别注意，因为狗仔毋是对主人去旅行，都是寄伫的宠物旅馆，拢有传染的风险。公司新闻吴文玲编译。感谢您收看今日的新闻世界通，我是苏眉，咱明仔载同一个时间再会。